Hello， 大家好，有冇聽過都市四大眼疾啊？就係白內障啦、青光眼啦、黃斑病變同埋糖尿病上眼。呢四大眼疾咧係香港咧大部分都市人咧都會遇到嘅。咁我哋當然明白啦，當你遇到呢一啲咁不幸嘅眼疾嘅時候，當然一定要求診醫生啦、眼科醫生啦。但係往往我哋會受到一個痛苦就係咩啊？排期。如果你排政府醫院咧，佢需要嘅時間比較長。當然啦，如果你揾到私家嘅醫生咧，佢會比較快，但係相對嚟講嘅費用係比較高。但係如果大家諗下啦，我哋成日中國有句就話預防勝於治療，我哋會唔會諗下有啲咩方法而唔需要得到呢四種嘅病呢？咁其實咧，坊間咧係有一種保健品咧，叫做呢一個色百命力多。佢裏邊嘅成分咧有我哋人體需要嘅6大類胡蘿蔔素，仲有就係貝羅素。貝羅素係咩啊？係意大利嘅山桑子同埋法國濱海嘅松樹皮。咁呢一啲咧嘅營養素咧，對我哋身體都係加分嘅。仲有佢有 DHA 啦，呢一啲咧係我哋身體必須要嘅營養素。仲有比較穩定神經嘅 B 雜都係其中佢嘅元素之一。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嘅，可以 PM 我或者留言俾我。我係你嘅營養師 AD Joe。